目前已经有24个国民党的立委罢免案的投票是警惕的7月26日举行。这中央选举委员会今仔日个宣布讲，这国民党立委马文君优惠罢免案成立，会定伫咧8月23日投票。这投票时间同款是对早起8点到下晡4点，而且迄天阁会共一个时间来举行重新启动行政的公投案。接落来，咱换来看这屏东的地检署侦办立委吴丽华罢免案，当时去国民党组委会副主委黄碧云甲专委李德全的厝来敲催，甲这2个人带转去问话。落尾这黄碧云是去向裁定羁押禁见，李德全50万交保。因但是国民党的中央是质疑讲，这是拢办拿无办理。吴丽华是强调讲支持检调查办。半暝12点外交保了后，行出屏东地检署，国民党专委李德全唔愿表示意见，伊参国民党组合会副主委黄碧云的厝内，找伊互屏东地检署敲催煞约谈10位嫌疑人，5位证人到案说明。饭店时讯问结束，检察官对副主委黄碧云申请扣押，李德全50万交保，其他的嫌疑人分别拢是以10万至20万交保。检察官讯问后认定被告黄姓女子涉嫌刑法之伪造文书、个人资料保护法之非法利用个人资料、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之未经同意伪造、假冒提议等罪嫌，犯罪嫌疑重大，且有勾串共犯证人之余及羁押之必要性，预知当庭逮捕，并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针对民进党原住民立委吴丽华罢免联署疑似伪造文书案，屏东地检署指挥第2波的行动，初一是敲催包括国民党桃园、南投、花莲、台东等所在的党部，阁有几啊名涉案人的主体。检察官认定黄碧云涉嫌伪造文书，违反各处罚等罪，嫌疑重大，当庭逮捕，而且向法院声押，扣押庭裁定扣押禁见。支持检调，一切依证据来查办。希望党高层能够站出来，为自己的组织犯罪行为来负全责，不要再牵连到无辜的族人。罢免联署案涉案范围扩大，国民党中央质疑这是办案无办理，是相同标准，嘛表示全国人民拢看伫眼内，希望后续到法院时会当有公正的审判，还予国民党一个公道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